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国本，欢迎收看福气来咯。今日我同大家分享也是手机的改贴配的墙草，也是我们客家老祖先的资费之一咯，就是很多台风草。大家唔知有用过台风草冇呢？听讲啊，台风草有几多贴配的特色，也有几多的故事。到底系乜嘅呢？今日我们就贴配邀请到彩贴的好朋友，来自新北江中的钟占雄钟太哥来同大家分享哦。马上来欢迎佢吧，欢迎我们钟太哥。主持人国本观众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新北江中台风草园的钟占雄。欢迎钟太哥来到节目。钟太哥，头先我有讲到啊，一个台风草，係我哋老祖先的资费之一，錯冇？唔可以同人哋了解一下，我哋台風草到底佢喺上一題哪隻味，也係講佢有乜嘅特性，好冇？從我數講哪一個做台風草嘛？一個假台風草啊，唔係真嘅呢？唔係真嘅，等一下。唔係上到強用下，我數講哪全部都強強用的強草啊？看你是強用，但是有冇嗬？唔能講要順後，要係真嘅。順後都長牙。等一下哦，我係數講拿到嘅，有個葉嘅有牙嘅，有牙嘅都係真嘅。真嘅。將佢冇牙，冇牙。平平。真實的呢，冇詳細來看分唔出來，唔過強用有毛，但係真係佢個葉嘅葉的旁邊係冇強用哩。強用。主要係冇強用，連米土都冇強用。真的嗎？咩？都強臭的米是，等下，真實的呢，像一個用啊就真的嘛吼，佢有一個個香的香米，像是擺中藥的米是，一個都真是加都全部都強臭的嗰種粗槍米。真的皮按個爽快用的，你強的呢皮都個粗，會有安尼感覺。一個都會清香啦，一個都會真的是草香味啊！原來啊你哦，冇想到我哋聽到會按你青菜看，還有台風草還有分籽那個嘅，今年雖然有分真假，今年你名嘅都按到台風草嗎？冇，一個籽呢有冇按到愛納香，假呢按到美洲闊苞菊差不多。嗰種藝術風哪一個按到美洲闊苞菊？記錄冇乜嘅人哋台風草嘅特性，冇乜嘅藥性，記錄伊咧強錯安尼。專門拿來騙人咧。安尼總體講，唔知個對一個台風草按藥嘅啦，一個愛納香，人哋平時對頭擺都更加好，睇人哋咧客家嘅種頭地位都看得到一種強臭成分嘛。佢有兩般嘅特性啊，總嘛跟係人哋老祖先嘅資費咯。一個台風草有冇好？伊睇上嘅時節有冇好，蔬菜都囤冇用，伊睇貴早嘅蔬菜擼完貴耐上貴耐命，但是呢，拄到水嘅時節，嗰度水，比如講落雨落個大雨嘅時節，要浸死，要死嘅，要一下都連嘅。嗰時講，我哋南部天氣對佢嚟講應該還好吧？係咪？因為我哋過熱啦，但係雨水。也差唔多多一些啦，不過以前嚟講，雨水佢一下都排起嚟，對於台風草嚟講應該冇乜嘅影響。用更加嘅影響地都，佢冇乜多台風草嘅。台風草個按社會原因咧，主要有冇好一個除草劑推用，會厲害。個呢還有呢一個中藥霜，中藥霜去採中藥，你拿到喺龜頭綁起來，伊主要愛見。變咗講連頭必見綁起來嘅時，有冇野外安尼台風草啊，都見來見少，甚至於野路看唔到。不過總體講每一件事情幾奇怪呢？中藥上見到愛樹嘅藥嘅，假使講攞杯嘅台風草角度嘅話，見人剪一下都等佢上，都可以再繼續剪嘅啊，做乜叫愛連頭邊見去綁起來咯？因為中藥如果講有啲見嘅效果啊，冇幾好。也未光嘅效果都冇見安好。嗰時候見人乾脆全部綁喺度去，見人講很多講反正冇都自家還會再生出來。不過台風草按講嘅除草劑真是人哋有冇針對佢彈到一些時都做唔得。彈到一些做，甚至於天南風，伊都會講除草劑。因為人哋喺殺草嘅時間，連天南風都會有人哋除草劑嘅殘留啊。你一開天，你種台風草都困難。嗰時候講人哋喺鹽嘅地方，假使講頭擺，有撒過100除草劑嘅，後時咪台風草都幾難得嘅上。係有樣。係安尼
哇，嗰所講颱風草唔但將佢有藥性可以來做人哋搶草嘅用途，甚至於講佢可以做一啲環境嘅指標，係安尼嘛？係啊，冇唔錯啊！你等講颱風草，要上颱風草所在，表示講唔有個土地含用嘅所在。颱風草生唔起嘅時陣，要冇唔有喺地地度死嘅嚟用嘅。哦，原來佢還有安尼嘅功能哦。颱風草也可以拿來做嘅防止人哋咧偏，唔係講偏哦，阻止嘅門嘅啦、蟲嘅嘅地位嘛，因為佢有一種嘅香味嘛，可以拿來做像人哋嘅精油啦、香茅嗰種嘅用途嘛。可以啊，甚至於冇人哋洗澡嘅呢颱風草，那點我哋用煙燻啦。你啱頭你點嘅時候，對陽愛咩？對外放嘅時陣，要冇點安尼煙燻，入到門你都唔會錯啦。係哦，一種功效我冇試過呢。像堂哥講，頭擺嘅時間，婦人家會用到，係在中年嘅時間，老人家有安尼講過。安尼安好嘅東西，同佢講，乜嘅時間開始同一個颱風草結緣嘅呀？係乜嘅原因本開始研究，甚至講開始來撫育種一條嘅颱風草呢？寒色嘅時間要冇，阿媽會帶我出去攞去採颱風草，因為我哋係一個貨房。貨房最多要冇，不管是路看呢度人做嘢，啊冇糖嘅又會曬。嗰時候阿媽係咪帶我出去嘅時候，我有颱風草先帶過來。萬一要我做嘢咧，我都拿過來嚟用。啊，嗰下後咧，太太去做嘢嘅時間，全部颱風草嘅。為了太太去做嘢，山腳下奈路潛到很寸嘅去，那係潛到。按煙哦。因為唔知嗰個無人去沙除草劑啊，算用嘅啦。反正山腳下野外旅遊，本來看到時都對都綁過來，可是你種一下都見啦你。安尼嘅話，真是人哋綠對天氣，當時唔喺潛嘅時間，真是冇半條潛到安尼哦。對人哋啊，比如潛到很寸嘅樣，佢能潛到。對身邊一路向南，一路潛過去啊。潛緊野外係。哇！你冇想到嘅，覺得有個搶咗，就像人哋攞杯看到嘅草啊咁，響樣潛一下旅遊嘅，冇想到連個田順啊，嗰條講無人喺啲地方也冇喎。牛埔嘅有看到，但是牛埔我哋冇用。做乜嘅講咯？人都講牛埔嘅冇槍。錯，有可能也係因為牛埔嘅，假使講人哋做嘢用嘅牛埔嘅，人家韓式都睇老人家都講，嘅牛埔嘅附近嘅東西係講冇錢槍啦。但係也真實嘅啦，因為牛埔嘅除了頭擺人哋嘅瓜子啊，當然有人去除草、殺草之外，絕對唔會有人去嘅整理嘅啦。頭擺是冇人殺草，嗰時候佢嚟上嗰一個木埔嘅有冇？也係除咗個研究公部門冇去殺，那佢是冇嘅咧。錯㗎。安尼你這個總係講唔睇研究一個颱風草睇種嘅時間啦，係唔係一種下去都有生嘅，也係講也係有整理個也研嘅地步嘅嗰種奶質，因為嗰度嘅奶種頭都唔講嘅呀，可能有沙藥嘅，有葉皮料嗰度，有可能颱風草都幾難生，有乜嘅方式去改良一個土質，也係講改變嘅環境，本颱風草可以個簡單生長方來呢。做出啊拿過來都幾保守，咪講對安全拿過來，我都會免疫都會淋水。嗰陣青菜種青菜生用嘅，我下海有我覺得冇買中用嘅，咩青菜種青菜生嘅。處理講伊生起來，伊產出來筍，能夠容易生。但是你將一個筍你抹起來，用細味一種，也要看功夫嘅。用慢講，我看用慢嘅功夫，等本佢可以特別容易生好來。最後都講如果菜地生一條木頭生嘅要冇，唔係附近要冇可以殺到除草劑。唔可以用挖皮啦。安尼仲係講，唔睇種嘅時間有特別去研究講，結果適合哪種嘅奶質嘛？像有奶嗰度嘅，也係講啥嘅嗰度嘅奶質。奶嗰度嗰個種。唔過唔係講糖基講係嗰種個降水嚇，奶質咧會積水啊。如果奶質會積水，會積水。過降雨，落雨落個2-3禮拜落雨冇，差唔多也都差唔多，鬼都看到連喺度。係哦，我用慢去處理，本結個容易冇積水，去排水呢，也係講儲水啦一度。有過去我都有裝嘅排水嘅呢功能，有啲我做嘅自洪，把個條橋樣做嘅自洪池樣嘅啦。但係講有太熱落嘅時間要冇，會做啲橋上去，我橋都係滿水嘅時候，自動嘅摩打去儲水，儲在嗰啲。嗰時候後時面唔係嘅鹽咧，種一條颱風草，一開始種嘅係一大面積，到後時面又再增加嘛。
我都固定安尼啦，差不多轮混安尼啦。啊，讲我种的无固定，因为佢讲讲亚味失败时阵，配味要无嘅，我说我种过道理。哦，你讲亚味失败，配味难有。都唔是，都有度过安尼经验，我说我都也种啊。人家讲狡兔三窟，人家演的也系穷用啊，无单枪一类哦，分散风险，一类两个三个拢有。哦，按最大的时间面积种到一度嘅，有一度嘅演的。种价喺度有分高啦。哦，有分高。哦，安尼嘅话，这个喺样板一个经验之下吼，像讲这个种诶，可以这个用之外，甚至于讲我成立一个品牌，做一个太空草原来推广一个太空草变做一个产业呢。因为我睇到有冇，初我是冇安尼讲我做产业啦。你们后面讲种太安人来用安尼啊，尤其係做村庄嘅时节有冇吼，民种沙起用多年啦。凊彩留年会用到啊，种个本太安人用安尼啦，有种啦。但是种嘅冇控制。人看到有冇？因为我哋做得公園，人看到你講愛是，都即刻去辦，結果冇留起來，現狀都現售，可能唔錯，即刻人拿種啊你。嗰個後市面都想講啊，即係乾脆大家按當年嘅支持上來用一個，都順勢來做一個產業來做推廣安尼嘛。哦，觀眾朋友，原來我哋陸祖賢嘅智慧太豐草係安尼一回事哦。不過我哋總體個有一定嘅熱心呢，這個用之外，還要幫大家強下來用。不過我哋嘅太豐草係像安尼用嗎？還係特別有樣板嘅故事呢？想要了解，唔好走開哦，繼續嚟同大家分享哦。前面我哋了解陸祖賢嘅智慧太豐草係樣板上嘅辛苦過嚟種好之後，到底太豐草按樣板用係上身呢，也係講嚟炒菜呢，係行走嚟用，到底按樣板用，我哋繼續嚟請教最了解佢嘅係總太哥吧。總太哥，按你我哋辛苦搬太豐草幫過嚟種好嘅，到底真係按用嘅時間按樣板用，像頭先我同觀眾朋友講到嘅。到底要炒嚟時，也係講行必走嚟呢，也係講樣板嚟用，同大家分享下傳統方太豐草按樣板用。傳統嘅有冇嗬？用人團草建樣啊，團啊一節一節落去煮啦。我喺度用啊，都安尼一節啲都啊，都切得綿綿。做安尼一包一包，一包樣嘅。都拿去煮。佢煮嘅時間呢，一定要煮到滾啦。煮滾嘅時間有冇嗬？用嘅時陣冇去調冷水，得起煙冷都可以寫溫度嘅時陣，人嚟用啊！你調溫水、調冷水都可以冇，你等我一啲按搶嘅東西，本冷水倒落去冇，你本稀釋起嚟，變咗藥性都冇咁好嘅。按你太豐草直接綁過嚟之後，唔是再處理，唔是洗啦，唔是乜嘅，直接團草嘅都可以去煮嘅啊！綁過嚟有冇都冇洗，直接都洗。洗澡嘅有冇人去切？不過綁過嚟應該會有奶啊，嗰種奶唔怕嗎？廿五嘅有冇？甚至於講你嗰少奶幾乎冇奶啦。你講灰塵，你講青花，灰塵有冇？你像我艾葉冇擦亮過，佢嘢艾葉冇，嗰種艾都冇洗，那個一度青嘅，冇得洗，因為一洗落去冇葉葉冇睇。絕對唔好食洗，也袂會抹黑咯。按計哦，嗰種講可能摘過來時間簡單處理下，你嘅鏡頭嘅奶個太開有冇烤烤啊？幫佢跌喺度。你鏡頭冇拿起來，像面通煎下去。一般嚟講，我哋只係煎蛋糕嘅。煎蛋糕。難怪唔是處理，我都想講，假使講綁好來嘅話，唔係有奶嗎？假使講太豐草按你煎好來之後，佢還會繼續產出來嗎？你去煎佢也會產出，按你綁起度佢頭冇嘅。嗰種講佢係算係啲永續發展嘅一個產業咧，煎係佢會繼續生出來，繼續生佢會生一個太頭，也係講會變做細細矮矮。唔經常見太頭，一般有冇好係是，佢固定差唔多1米長起嘅，開始我哋會採收嘅啦。原來我哋太豐草可以上到按個哦，佢最高可以上到按一個啊。有嘅你幫佢上書嘅樣嘅。可以上到按個哦，唔會滑嚟哦。唔會。哇！真係人哋見家手上嘅都冇看過，按你可以上到按個嘅呢。
古时讲，俺们传统的俺们太凤座爱洗澡嘛吼，啊洗澡爱洗比用的个一种感觉，怎可以用？一定的澡嘛，也係講洗白悶悶啊，安尼，佢都可以去用的。一般俺哋洗有冇吼，洗到俺哋命安尼收收滾用的，啊俺辦法用的也係市面上買到一個濕度計啊。哦，啊濕度計啊標落去，哦冇超過50度，哦伊濕度冇超過50度。哦，都可以抗過久啦。抗過久，保存也係一個問題啊。像我哋見家吼，台灣嘅濕度一般來講都幾高嘛。我哋假使講洗澡嘅，要保存嘅時間，太鳳座應用版保存會較好一些些。我哋主要變個幾涼嘅素材，通風，我哋如果唔會鹽濕，鹽濕嘅時間要我會生菇，生菇嘅就會出泡。你咧出泡嘅時間都做唔得用嘅嘛？一般時都做唔得用。出泡可以拿嚟洗。繼續洗還可以用，洗完會香味還會做出來。但是唔好太過分咯，太出泡太過分，迄個又叫唔過咯。嗰種喺同人哋客家人講嘅咁樣吼，咁我有客家嘅精神，但係不要太超過。近家人咧前咧我有看過講，有啲人將太鳳座做配嚟利用強用嘛，有做用版嘅創新嘛。太鳳座有做過呢吼，茶餡，如果太鳳人哋泡太鳳座茶，亦都用嘅呢餡太鳳座嘅餡一餡2葉，落去做出來等講太鳳座茶，個呢還有一個沐浴包，都都我一般嘅條線有嘅一般嘅嘛，個還有一個按摩球，按摩球都像樣嘅。按摩球，幾好用辦用啊？像樣嘅有冇啊？像個煮，煮會滾。煮滾過後有冇？一個水啊，你拿可以泡腳，甚至泡酥，甚至也個乾少少嘅時間，你可以按摩。所以咧熱敷肩膀甚至嘅酥可以做按摩，有安尼促進血液循環嘅作用啦。唔會差呢，不過仲有一個，你佢個按好伊咧按摩球，其實可以用100嗎？其實可以用到200-300啦。但係地方應該洗澡。用係有冇要變起來？把腿撞包起來變起來，我因為佢在煮比上，佢在用，唔係講一次性停落去啦。嗰時講人哋也做得講，唔是煮，做一啲人哋講嘅芳香療法嗰種嘅，唔是煮也做得，它會有那個藥香味嘛，按你自己也可以按嚟吹。但是喺買喺煮出，所以有安尼少少嘅時間，佢有香味，你冷冷嘅冇味氣。嗰時還可以繼續嚟利用200-300安尼。按你頭先我講嘅除了嘅沐浴球，個茶餡可以太鳳座可以食到。太鳳座可以啉，像我哋一個沐浴包有冇？都可以煮嘅時間，都可以煮嘅時間有冇？你個煮比滾，地冷都可以啉嘅溫度嘅時間，溫燒拿啉個好。飲落去冇會有個感覺，講嗰度尿，因為有個太鳳座都有安尼利尿作用啊。利尿係一個好處啦，等講安尼內部嘅一種嘅排新陳代謝啊，可以幫助啊。不過唔像講有個沐浴包嘅啉嘅有個效果嘛，都會有個做乜嘅貼喺除了沐浴包之外，還可以做一啲像條線有個算茶餡嘅鋪貨。迄每種無一樣，啉有個沐浴包嘅有冇啉起啊？啉中樣嘅會糊。按裡面嘅一心2葉茶餡嘅有冇？按落去啉嘅時，有個酸口個香。用辦有個差別咯，你喺地波有加嘛嘅，也係講有貼喺處理過呢。米頭冇貼咧，有冇伊喺滾嫩，生滾嫩嘅安尼餡，拿嚟洗嘅。洗起來有冇過酸啦？唔可以講像一個沐浴包有冇糊糊。嗰種強肉味嘅，唔可能都係嗰時候有個茶餡嘅一心2葉，其他嘅味道係個淡一些些，但係有個香味出來。但係唔可以強嘅飯都可以用一個沐浴包。但係一個茶餡有冇？你同人哋一般嘅茶葉啊，落去沖下泡，味道會有一個加成作用。有加個香。都等於講類似人哋講嘅香草花草茶呢種概念。原來係呢。除了近間看到嘅係人哋創新嘅部分之外，聽講唔知個還有睇研究講，人哋喺太鳳座還可以做類似精油嗰種嘅用法，係嘛？精油也可以啦，但是冇做出來精油味道啊，冇安尼太鳳座味道。不說我都冇想過做。用辦公呢？
因为有冇吼，伊做出来以外，像咱人安尼薄荷种有冇吼，薄荷要固体，要升华很大。哦，伊到油的时间有冇吼，伊还要用的，要磨的，唔会保留。其他嘅挥发点够大，挥发性够强。嗰所讲证明讲其他是一定的好啦，其他嘅成分一定的好，假使讲用的冇马上利用的话，马上都冇嘅。嗰所按呢洗澡嚟帮佢利用係最方便的一种用法。除了按呢之外，太空座还有样板的利用的方式嘛？睇人也嘅推广也嘅产业之中，也係讲唔睇。观察在地位，太空座还有样板的利用。除了做嘢以外，有喺嗰度用嗰啲泡腳啦、泡樹，尤其寒天嘅時節有冇吼？我哋會樹冷啦、腳冷啦，吼，喺哪度泡，我有感覺嘅。有啱嘅感覺。但你這個推動一條產業嘅時間，你發現到講，因為你睇推動有好多人認識，好多人睇用，係講，有嘅因為後生嘅更加越來越少人睇做應該唔係嚟講，係模體做嘢應該係睇月子中心按嘅方式嘛。嗰時候年睇用，你有發現到有種現象冇？哦，有哦。如果佢用有冇吼？頭半夜一用時會用30包、30日，哦。但是有冇因為要將安尼月子中心嘅醫療要扣下，啊我如果鼓勵嚟講，人哋多些冇要緊，嗰時候講同人買有冇？他們加貴上嘅嗰度啦，一上都30包。喺後生嘅人同埋嗰度，又係講中央係攞一批同天啊。哦，而家喺後生嘅同係天嗰度。哦，後生嘅有一啲哦。係。如至於有下老人家攞本買啊，買唔到嘅。啊，要去尋後生嘅。哦。啊，後生嗰度個命路方都會尋。你尋命路，尋到係有嘅。哦。結果喺老人家去用啊，後生嘅同嘢天數天啊呢，也算係一個奇妙嘅現象呢。除了講，記得講我哋看一條資料嘅時候，發現到講，頭先講老祖先嘅智慧，喺我哋客人用嘅角度，我哋睇推廣嘅時候，又發現到講，其他無窮嘅族群也會睇用一個太空梭嘛。有啊，甚至原住民都同佢拿過啊。係哦，今日喺用版提供一個暗號用可以睇用呢。我有咩次要問你啊？講今年原住民有得用啊你啊，有啊，有咩得用啊？今年用嘅要同幫唔乜嘅反饋冇？我都講過，哎呀唔會留呢。哦，但係原住民如果用啊你，伊呢喺台啊你用路方潛到，甚至伊呢如果呢朋友啊同學嘅對話上報講，伊呢做嘢嘅時候用墨嘅，但是伊呢原住民有呢原住民用伊呢用嘅顯示燈，哦，咁啊平用長錯，伊呢可能好奇啊，所以用拿嚟用一個太空梭。哦，原來安尼唔睇推動一條嘅產業嘅時節，一個過程之中，包括研究一條嘅創新嘅使用方式，喺啲過程之中，有感覺哪係對你嚟講，個困難也係講個有挑戰性嘅事情啊？挑戰性如果講一下有冇可能見來見少人用啊？哎呀，變咗講去挑戰呢個做廣告嘅宣傳啊！廣告宣傳啊，你又唔會判幾貴啊？嗰時候講落大落市啊，反正結緣嘅用嘅啦。有緣嘅人如果會潛到太空梭啊。你唔係冇想過行出去去擺攤嘅啦，就一條實習一條去本地更加多嘅曝光度安尼嘛。擺攤嘅是冇嘅，但是擺攤嘅冇賣。講數我都冇去買啦，所以出去做廣告都買啊你，拿啊你做嘢出去發啊你。哦，安尼哦，也係一個方式啦吼。買到更加感覺有個產業嘅推動有個好冇？哦，覺得見來見用嘅。哦，用慢講。唔啲係我更加做嘢啲人見來見少啊，所以用所以學見來見少人去中西人嚟啊。哦，原來安尼，觀眾朋友，冇想到我哋老祖先嘅智慧太豐富，係按嚟用，係可以煮，也甚至可以食。我哋嘅狀態個一定係厲害。除了按嚟嘅方式，其實還研究出新嘅用法咯。不過我哋太豐富，按樣辦推廣本日嘅文化，本日嘅長壽嘅智慧，可以繼續下去呢。下一段，我哋繼續嚟同大家講下嚟研究啊。從太豐座一個安有特色的長處，雖然講轉做一個產業之後開始推動，但係還係面對到社會變化安尼嘅問題，本期還係處於一個弱勢的部分。到底安尼嘅問題可以用乜去解決呢？我哋繼續嚟請教一下總太哥咯。
总太讲，虽然讲按用心吼规划嘅创新按度无共用太风错嘅用法，像唔讲嘅更加后生嘅可能用10年嘅、嗰少年代用嘅，面对一个变化来讲，还有乜嘅方式想要来推动吼一个太风错嘅产业，来本佢更加多人可以看得到，还可以去用安尼。我哋都用一个太空作业的名义，做安尼实农教育啦，算亲子教育安尼。有安尼机会的时阵有有安尼亲子活动有呢，来的时阵有冇都冇看到太空错。安尼讲好咧，今年参与一个像唔讲嘅体验嘅活动，包括实农教育嘅，今年去到唔嘅时阵，一般来讲唔会用办去本今年做一个体验，顺晒认识太风错呢。我哋會做安尼農場嘅介紹啦，甚至因為我喺農場比如有雞嘛，因咧來嘅時陣要買呢米雞啦，同雞互動。一般人咧雞場有冇唔會本人同一個雞去做接觸啦，因為講安尼傳染病啊，係有一個講嘅雞會講到，雞會講到，我係因為係飼人咧用等個飼人嘅農業，等個雞同攞背走。必須有人下去，純人可以從攞來落去都唔要緊。甚至也本人下去了解過，我一個農場有雞按多台，有冇雞米拖？問題都退下隻嘅啦。冇米拖嘅雞，真是嗰少呢，咁啊嘅唔用乜嘅方式本一個雞冇米拖，喺今年睇攞杯冇曉得睇地杯，嗰時冇米拖嘛。一般咧人咧雞場有冇啲咧細雞開始都要做預防紗。做防疫嘅，安尼唔係安尼，如種主要都同太自然嘅接受，限勢出來都同太自然嘅接受嘅，對變到個人講，一種嘅你等講嚟講去都講免疫啦，免疫有兩種，一種係自然免疫，一種嘅是被動免疫，被動免疫都會注射注意防紗嘛，自然免疫都得去感染嘛，唔會破病嘛，人家嘅平常有安尼接觸嘅時陣，有冇都講唔要安尼偏好嘅關係啦。安尼談好咧，總體講，唔係太風草原地杯，包括雞啦，有啲會似乎地杯東西，地杯有啲會農產嚟講，全部都係一種算自然農法，也係講無毒農法嘅方式嘛。也用過自然嘅方式，反正都完全冇用到藥費。我用到有冇按呢個漢方嘅營養液，漢方營養液都用一個當歸啦。甘草啦、肉桂啦、蒜頭薑落去泡酒，泡嘅酒有冇用嘅人落去，做一種嘅，人哋講營養，做一種嘅營養用，甚至講解破病都可以用也個種嘅用啦。安尼仲睇過，人哋人嘅地杯，人哋皮膚嘅成分改高呢，雖然講磨砂藥嘅嗰度，唔講頭像頭都唔講嘅，有啲有嘅當歸啦，有啲青菜米紅拿出來，細一點都幾多錢嘅呢？但是我哋用嘅用太油冇，但是稀釋一類，變過生嘅啦。過稀釋唔係講研究。佢可以稀釋去使用，係嘅效果很出都做嘅。安尼最多嘅時間，像一般嚟講，接一個體驗嘅發動實農教育，最多可以接一多噸啊。我哋一般接用都係2、3次俾人哋啦。個細版安尼。個細版。假使講去到嘅時節啦，今年除了做一種嘅體驗之外，還會有那種辦嘅配合嘅活動。像一般嚟講，應該最起碼會有1週時，也係講1年嘛。今年除了去體驗美嘅啦，一條，還會有其他像 DIY 啦，也係講社區小旅行嗰種嘅行程配合嘛。有啊，我哋去種像係農場行到幾點鐘嘅啊，介紹下到幾點鐘嘅，嗰個加上我哋 DIY， 甚至講沙旗啊你，安尼導覽用嘅，可以做到幾年。當主頭嘅時間，人哋講要食飯嘅時間，而家講要加餐，人哋會有一種咧半年嘅 DIY。半年嘅 DIY， 睇唔能地杯做嘛？也可以嘅時間，而啲時間嘅長，人哋可以推現場做，現場教嘅。喺時間短，人哋就將佢適當適煮嘅。適煮有冇一般人哋食飯嘅有冇？嚴重偏本食。但是台灣嘅有冇？我食飯你自家做。係自家煮，自家錄。算係一個奇妙嘅體驗咧。係嗰種人安尼做過。除了安尼之外，還有用辦其他嘅 DIY 冇？像講 DIY 安尼太空梭啊，咪安尼會做安尼按摩球啊。按摩球都會搞內容去做，甚至安尼話有啲樹枝蟲，
用安尼树的叶啊、种子啦，也都去做咧通不出来。哦，哎呀，人家睇都市都睇嘅生意呢，真少有安尼感覺安尼發動體驗嘅呢。啊，佢對人家來講，有算幾多年報名冇？也係講佢喺間聽講，有得到一個諮詢嘅年長地位同聯行來報名。伊呢接到安尼諮詢嘅時候，佢電話同人聯絡。哦，聯絡安尼啲講，可能要做乜嘅，可能啲時間越多，交通好路嘅，熱天好路嘅路去行安尼。除了安尼親子團之外，聽講也有學校呀，學校嘅嗰種教育嘅方式體驗嘅法同其他親子團會有乜嘅冇相同冇？嘛差唔多咯安尼。唔過學生嘅嚟講，學校嘅年應該個多吧？學校都學生呢。應該如果多假使講線上帶嘅人來咯，可能會先好奇，我有無強嘅反饋俾我。伊咧來要冇看到雞啊，咪都過聽；看到講可以同雞互動嘅冇，伊咧係過聽。甚至於冇時間拉班人都會言論。雞有啲學生要冇，對人哋言論要冇。都有感覺個稀奇樣嘅，拿到落嚟時間冇，可能因為平常時拿落嚟機會也過少啦，拿到落嚟已經看。唔係強用係論嘛？強用論有冇？但是因為上一度要拿喺度要少少喎，用嘅。安尼仲睇過，人安尼嘅做法有冇？本學校嘅更加都更加推廣到更加啦，學校有一度有參加過嘅啊。香港安尼邊新ပြည်國小啦、泰城國小啦，甚至時事國小，聯絡國中都來過。連國中生都有喎。安尼學校會唔會同講人哋希望講下一擺啊可以有那條無強嘅行程，即係無強嘅行程，會有安尼嘅規劃冇？有，慢慢地有冇係會學生講嘅行出外行去。外行，比如講咯，具體嚟講。譬如講安尼一個有啲安尼狀況有啲清水公園，乜大啲嘅公園，其他公園嘅生態有冇好？加改好，啲環境啊佢拆改好。你同睇過，像人講啲清水公園既然算公園，應該地方改大嘛，按講環境也改好，喺咩地步也可以試着喺度推動講喺地部種一個颱風草，幫佢喺地部變做一個算半野生嘅方式啦。因為算國家所採啦，安尼啊，做唔得安尼做。凊彩野咧引咧下去，係嘛嘅幾度自家會生嘅啊。有個講到颱風草有冇？佢養嘅會冇颱風草嘢，啲咧颱風草會開花，唔會結葉。其他嘅特性係安尼哦。佢係用辦去繁殖嘅喏。伊全部對人嘅健康啊，引產，像個竹一樣嘅。向地下根會攞俾人產啊！假使講其他嘅母豬，其他最頭下嘅頭樹上嘅，其他都樹到養用。母豬係會冇佢哋，以下都冇佢哋，都唔會生嘅。難怪唔講安尼鬼快本佢繁殖都安尼樣嘢咯。我覺得佢係用引咧，安尼凊彩野咧下起佢都會生嘅。有啲美洲酷包豬我都講假嘅，假都係人哋吞落杯要嗰邊結緣，嗰邊開花，嘢。結緣開，對我開花時候，也會上山也會下海，風來時也冇會隨風飄啊，不說耐唔嘅。安尼仲睇過，唔知個對一個颱風草做變做產業，經驗咧算都更加10年有嘅嘛用30年。用30年研究啊，看到一個產業都更加，這個講述到講，喺推動一條傳統嘅智慧來講，有那條係需要解決嘅問題，啊需要。大家來探索嘅有哪度嘅方式係有啲問題，就睇竟然咧一條路向有看到乜嘅問題，也是要大家共下來解決嘅冇。可能係因為多攀發通啦，接觸到嘅颱風草，加機會去認識下嘅颱風草，可能嗰個有效果。唔感覺講後生嘅，假使講近年來我有對一個產業有乜嘅幫助冇？後生近年來最起碼都講過，原來颱風草都啱嘅。即係用處嘛，做嘛嘅嘢都冇改變。唔知個喺沙期地區推動，人多沙期嘅種皮啊，有一個沙期地區嘅人，大家看到嘅唔會好奇講，唔睇推動有嘅見人也會想講嚟傾下聽數，有一個見人會也會同其他人講，人哋沙期地區有人睇種有嘅颱風草喎，睇推動有嘅產業喎，可以嚟看一下，冇有安尼人有安尼嘅想法嘅冇？來看要準確來看咧，有冇個幾乎冇啦。個有呢颱風草有冇？嗰陣見來見受人用嘅。會如果靠他家宣傳，用多年，
甲别人啥互相保，安尼机会不歹啦。哦，嗰所讲行喺後，伊個機會希望大家更加了解佢，怎有法度好講，大家繼續嚟使用，本有嘅產業可以傳續下去。觀眾朋友，今日真是認識咧幾好嘅長處、大風錯呢？唔過真是大家有限，唔係講有限哦。有機會嘅話，其實了解之後，多多來利用一個人哋老祖先嘅老智慧，真係真實嘅。冇多時間，大家將談講大風錯一樣嘅，結果冇講過也冇用過，冇人知啊大風錯到底係樣板一回事，有個文化都消失起嚟哦。今日啊，再一次感謝我哋總太講，帶俾我哋安好嘅故事同安好嘅資訊哦，多謝。感謝主持人郭本，也感謝各位觀眾有時間來大風草原參觀。好啊，去了解啲文化之前，向陽聽聽先生夾夾來運動一下咯。希望我哋福起來節目嘅鄉親好朋友，記得點讚訂閱客家電視台頻道，順勢聽數分享出去哦。